伫咧高雄左营的中信路附近，就是高铁左营站，这人车拢真多。毋过，这个电话卡毋是未通，就是有人停车订物件无法度过。地区民众拢得行去到车路，真危险。即马市府交通局就决定要伫这画设人行道，有当地店家就惊讲袂当互人路边停车，会去影响到因的生意。旅客有行李行伫人行道，然后就因为头前的电话卡停满机车，但会使行去马路。不太好走，就是要弯来弯去，道路也高低不平。高铁左营站是高雄目前唯一三铁强固的车站，车站头前的中信路，就算平常日嘛有袂少人车通行，但因为两边的电话卡部分无连贯，搁停机车也是放店家倒椅，造成行人常常爱行去马路，驾车争道。就很多障碍物啊，车子也都乱冲。对，所以还是好好规划这件事，对我们行人比较安全。行人常需要走到车道上，形成人车争道的风险，影响通行的安全。那为了改善这种情况，交通局规划设置停车带保护型标线人行道，并且加强街角的防护。交通局10时会勘了，决意伫高铁路到华夏路之间的中信路段画人行道，但店家表示，这个路段无停车格，但有部分的黄线会使临停，画人行道恐惊会影响生理。没有错啦，行人也必须跟他考虑啦，但是这样子的话，势必他们就没办法停车啊，拖车又拖得很凶啊。他们希望进来这边的车速可以慢一点，所以车道缩减的话，它可以一来就是让车速可以慢一点。那第二个是它车道缩减之后，就有一个空间可以配置人行道出来。路权团体表示，考虑到当地停车需求，会勘的时阵，相关单位有讨论，部分的人行道会使做内后式临时停车区。交通局嘛表示，会继续协商，修正规划平衡行人甲停车等需求，上紧6月底会确认方案开始施作。公司新闻陈焕武、柯建准高雄报道。